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来到新竹宝山就被满山的绿意所吸引。远远看见在众山环抱中有栋红砖红瓦的建筑，十分显眼。当地人说，那是宝山有名的客家老屋河南堂。在宝山乡这个地方呢，因为时空背景环境的改变啊，这个河南堂呢，是我们宝山乡呢现在在这个发展当中啊，对不对？已经所剩不多的那一个三合院的一个建筑。所以过去的邱氏祖先啊，来这里开垦都是以农业为主嘛。是的，是的，没有错。因为当时这边就是没有开发嘛，所以来到这边之后，是完全是用锄头的方式，一担一担的，一锄一锄的这样子挖，这样挑，开垦这个田地跟这个山坡地，这边种植农作物，这样子所有可以温饱。好，我们在民国24年大地震之后，为了让每一户人家大家能够住的一个舒适的环境，所以当时呢就开辟了砖窑，自己呢把它制作这个砖，同时呢自己来烧，同时呢在很远的地方一砖一瓦的把它挑来这个地方。乡长讲述邱家先人一砖一瓦的建立起家园的故事，让我十分感动。虽然河南堂没有雕梁画栋，但是每个细节都还标示着客家建筑的传统，以及搭载着邱家先人对于后代子孙的期许。我们的对联呢，它是以我们本身的堂号呢，它所串的啊。那河水周流同祖德，那最主要呢，它的期许啊，我们这个邱姓的后代能够心呢要非常的宽敞，能够让整个宗族大家的感情能够凝聚。那另外，南山尊重底中公，希望我们的宗族当中要比照我们南山这个精神，希望呢在地方上能够奠定好的一个基础。那未来呢能够为地方上呢开辟更繁荣进步的一个未来。所以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的祖训。哇，我发现啊，祖先对于后代的那种期许啊，跟期望啊，是非常深远的。虽然宝山只是个小客庄，但是却让我看到了客家文化在这里代代流传着。